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念咪，咱来读这个1984。1984这个小说咧，伊是1949年9月出版的，就咧讲1984年的代志，所以预言式吼，敢会啥嚟讲？也是叫做预言式、预言式甲预言式，这个真差。中文华语华语可能共音啦，若台语是音无啥共安尼。所以，互我淡薄时间，我来甲我分享，我连接分享一下。当然，我若伫迄个啥 YouTube 顶悬是已经有打一寡消息啦，消息是拢找着才对安尼。好。1984，这个消息小说，我想要分享迄个叫啥？戏出，台湾笔合的戏出。虽然讲台湾笔合这个戏出看起来有淡薄仔沉重，所以迄阵我是用1.5倍、1.8倍，甚至2倍速度咧甲读啦吼，所以咧甲看啦。反正我只是要知迄个故事尔嘛吼，所以声音声情我就无遐尼要义哩，所以网参考。我有看到一个香港人伫咧网络顶悬分享1984这个小说，伊所引用的敢若是戏出的款，因为我看伊引用的是一寡画面，迄个画面是会震动的，所以可能是某一出戏，可能是安尼吧。我袂记住，所以拢参考。我正常是安尼啦。大概时间咱毋是甲咱开始是读这个1984，读到一个段落了后，大概会读这个《日火闪逝》的一首诗，正做压尾曲安尼，所以拢参考。因为有当初小说甲诗，当然这是差不多是天差咧地的作品啦。一个是原底1949年的英文版，然后2005年周永新先生才甲伊翻译做台文版。日火闪逝是阮玉桥，伊伫咧2005年12月初版第一刷上市嘛，到有当听伊讲已经第8刷啦，毋知影第8刷是几本，敢若知影头前7刷大概是25000本安尼，所以看会使，因为这段时间，一个台湾漫游录有得到一个真大的奖项，真做是台湾头一本，当然是用中文写，台湾头一本这种得奖的作品，伊敢若中文，所以阮玉桥要甲伊翻译做台文，所以我是感觉挺有期待啦。1984这个小说，全世界听讲嘛，真侪版本啊哩。台湾版是周永新先生处理的头一个版本嘛。其他则变看吧。好，大概我先带来确认遮就网分享、网连接，你有兴趣？3年甲秀子老师来大家朋友有兴趣啦吼，这个叫做啥？1984这个小说，我毋知你捌看过中文版的无，或者是英文版的。这是咧读这个周永新先生的台文版，所以有兴趣，网参考安尼。好，我来讲啦，大汉来拄好，时间来拄好。台北时间毋是9点70点，做伙来才读我册。9点进前咧，9点进前随我，我就继续来读这个拿春水的第3本小说《开花结子》。开花结子伊进前是无影无食，甲大人的爱，我嘛是算真精彩的第一篇小说。这个《开花结子》是算长篇小说，自1898年开始写起，到敢若是2013年的款，还是2003年，我袂记住。总是迄个时间嘛，行比100万年。好，继续。
经济三支做第三，屯母十担尽到担，大某养子不受教，害着外人有定。手头缩完，钱真下。阿蒋病风真正假。根据1921年出世的嫁翁25岁，也就是1946年离縁的时，拢无生到半只鸟鼠啊！日本人嘛，拄只战书退出台湾，才一冬外。伫二八事件的进前，伊就闹讲要落去下港猛行猛驶。其实是要去下港，较车花的台南高雄跳，是厝内大细汉大家拢知拄知的代志。是讲即内面老母王查某半目开客是真要紧的美感。啊，老爸颜阿清是出名的 A 狗，惊某惊到无臭无食的查甫人，连耳海到半句都无啊。母真侪冬了后，金鸡啊正经有趁瓜卖肉的。垃圾钱回来，嘛有听因老母伫反复，传2万块出去上闹热的随风街啊，买一块建地，想要搁开3万块，请营造厂来起一间concrete厝，互眼界的大细汉，免搁居伫规间老册册兼生菇浪铺的寮仔内，头尾代替啊，同碗要一冬，才竣工。庆幸，规家伙仔欢欢喜喜为甘仔热压贴的工寮搬去瑞芳较闹热的鸡市啊。迄年1963年，金鸡42，伫酒家卖身16冬，阿宝4岁，因老母内子，互家人5甲退婚转来，嘛才24岁尔。金鸡12岁迄冬，互高雄的一个50岁做汽机车零件生理的阿蒋。带去做第3岁，伊的大某饮下屯母未生，第二某春潮有生3个后生，毋过万呢伫庄内甲规定囡仔米国家的时阵，跋落水缸毒死，剩2个尔。阿蒋伫因兜真有王威。大某细姨拢有人，大某细姨拢虽然有厝通住，真清所费嘛是阿蒋伊总包。假是无带做伙，生成就较袂有庆婚搭家。人讲近近相话目，远排家角，就是即个道理。毋过未免伫加减会碰到食醋怨切怨妒的代志。会走出来，这拢小强尔。上个是阿蒋食好做轻巧，大口甲有血压、血劳的症头，就拢有照医生的吩咐伫食药啊。总是症头干就袂起开，愈来愈严重。若顶针甲对落去，三某伫轮火口，袂输紧要甲害死共款。拢创迄落芳阁好食的三山肉、卤卵，要猪脆滚猪肚汤，麻油炒腰子，讲是要甲阿蒋补一个。阿蒋了准3个某是疼翁，欢喜就袂赴啊。煞甲医生吩咐爱呛喙的代志，等去哩天冷月溜，直直学咯献花老煮食3支戏哈3年来啊，3年讲听听。剧完，我毋知你出到什么版本，我毋知影。总是台文版的，敢若有纸本通较看。啊，你若有兴趣，可能对照中文版还是英文版，我毋知，拢通课。好，继续来读3支戏。3支戏，我咧想，可能是伊后壁其实故事咧进展足紧啊。3支戏、3支5、3支6就煞尾啊。啊，当然后壁迄个附录可能变看吧。好。3支戏334啊，331啊，即大只啦吼。伊家真好势啊，伊逐日拢家口有肉，嘛家口有体力。是讲毋知照日算有适合无？
白电火光甲哼哼叫的声拢原在，毋过家房有比伊进前大价迄几间，拢较舒适啊。房床顶有一粒枕头甲一块竹啊，边仔佫有一只椅头啊通坐，因有甲洗一遍身躯，然后互伊一骹湿浴桶，不三时通家己洗，佫有烧水通用，因互伊新的内衫裤甲一束清气的连裤衫，甲伊的烂床抹药膏，互较爽快。因佫甲伊剩的喙齿挽掉，甲斗一副假喙齿。几礼拜也几个日定着是有啊。伊若是有想要算日子，嘛是会算的，因为因即马敢若有让规律的时间让规律的时段互伊食。伊估算每24点钟内底会食着3顿。有时啊，伊晓伊是暗时也日时咧食，物件好甲想袂着，3顿着1顿食会着肉，有一摆佫加1包粉，伊无烦恼火。毋过迄个甲送饭的毋捌讲话的敬畏会借火互伊。头先伊先试一下足艰苦，毋过伊动过来，过来着逐顿后食半支，一包食不止啊久。这迄阵我咧看的时阵，我感觉伊讲啥物动过来，这个想要看伊的英文是咧讲啥？The first time he tried to smoke, it made him sick. 真久无试啊，迄个脑未堪一啊哩，所以试了到底可能会砸还是安怎啊 ？But he persevered. It spun the pig out for a long time. 我看无伊有啥讲，毋过伊动过来啊，试一个足艰苦。我看卖安尼，若怎么用几句来 copy， 叫伊翻译的，安尼敢会使？看我遐。我想要看一句，伊的中文安怎翻译？Google 会使家己翻译啊？所以其实是倒摆讲 ，smoking half a cigarette after each meal， 逐顿食半支，逐顿饱食半支，头解要食伊艰苦着啊，是安怎？所以这个呢，看我呀，头解部分真袂舒适，有坚持，而且运动真久，饭后食半包。中文是翻译，这包粉是无偌济的安慰之意。强忍粗煮一时会无爽快，小炸一个，甲粉会使延长真久。这包烟是他为数不多的慰藉之一，因此他强忍住最初的不适，刻意节制，延长抽烟频率，借此在艰苦的环境中苦中作乐，稳定情绪。好，这你知咧？重点嘛来啊！因为我都要看一段，我感觉最后一句331啊，最后一句头先伊试一个足艰苦，毋过伊动过来，过来就逐顿后食半支，一包食不止啊久。那
无其他以外，1包粉21嘛，一顿食半支，啊，一天3顿，一个日30天90顿，90顿45支，无啊，所以伊的1包粉可能食2礼拜，对吧？有无？是咧2礼拜差不多吧。若准讲真正拢食饭饱就半支半支安尼，毋知影。我是安尼药啦。好，安尼3年我读完331啊，你若有对着是毋是332，互你开始读安尼？台湾的贵332，因互伊一块手提白板，有一块因伫别地方的一个角，头起先伊无甲使用，就准伊无得困，人嘛神斗斗。伊四上一顿食饱了后，就体咧，到下一顿来，躺咧顶动，有时咧困，有时半醒半頷面，目睭嘛面单擘开。伊久来已经惯死，中光照伫面，嘛照常困，敢若无啥差别。颠倒是梦加较连贯。这段时间以来，伊做侪梦，拢是快乐的梦。梦中伊伫金色中国，也是坐伫互日头光，也是坐伫互日头光的大片的纵观伊一内底，身躯边有阿母茱莉亚甲奥瑞，大家无在创啥，敢若坐伫日头光下，讲一寡无烦无恼的话题，伊人醒的时间在想的，嘛大部分是遐个梦的内容。伊若像失去你地啊，地形啊，你地啊，你去互华语看去啊。对，地形思考的能力啊，即马痛苦的刺激已经消除，伊袂无聊，嘛无想要甲人对话，也是做啥做姨娘，做啥姨娘，只要顾一个，卖互拍，卖互关门，食会饱，规身躯清气就完全满足啊！到这。好，感谢啊！让台顶的朋友听完这段有啥物想法看法无？迄阵，可能伊要讲人的心理，就是讲，伊毋知是有采访过，讲人伫迄个，互人讲拍尾啊，伊即马就是无搁家关起来尔，伊有啥物款的会安怎想安怎，这想着爱采访别人，无做遮哪会知？最后这个动作啊，只要顾一个，卖互拍，卖互搬门，食会饱，规身躯清气，就完全满足啊！我讲，安尼这个精神有啥物真差？迄阵我写是讲，安尼哪精神咧啊？啊，当然啦，人世间简单的代志就是讲，食会落，困会去，放会出来，对无？啊，其他就无所求啊。啊，毋过换一个角度来讲，安尼敢若嘛甲精神差不多啊。当然，有当阵啊，你讲是毋是去思考无思考，还是讲你有做一寡？伊讲嘛，
智性的思考能力，对无？因哪像失去智性思考的能力啊？我无确定伊的智性，伊的英文是啥？看咩一个 ？He seemed to have lost the power of intellectual effort. 伊家翻译做智性 （intellectual effort），lost the power of intellectual effort。所以最后才会讲，莫互拍，莫互搬文，啊，食会饱，规身躯清气，就敢若即4项尔。啊，这讲一个较无输赢的，甲恁兜你饲的狗安尼有啥物争差？当然，就讲嘛，因遮的本质就是，若甲因无共款想法的，伊就无甲伊当作人咧看待嘛。当然，迄个无互因当作人看待，可能有一寡想法是要爱，还是有一寡资讯是要爱，啊，就成怪骗，甲骗到手了，就甲伊干掉当肥了。啊，所以第迄种，伊头前遐论述就是讲，党袂死啦，啊，每一人会死嘛，啊，党会延续落去嘛。所以迄种，因迄个党的意思是毋是起造，还是建立伫咧每一个人，拢想要有更较好的未来，还是讲要有更较好的权利，然后有几个人就相甲去处理遮个代志嘛。当然，我所讲的毋是非常迄个啥目睭睭的理论，总是你读这个小说的时阵，就感觉因迄即种论述的内容，拄则三年所讲的，感受去问过还是啥？上面啊吼，我的想法看就是讲，记录可能捌有看到过，还是别人的作品，还是啥？啊，当然甚至应该嘛是有去问过别人的想法看法，敢捌曾经有即种经验。啊，毋过有当阵啊，我咧看的时阵就感觉，敢会是因为迄个论述的角度的争差，互我感觉，我毋知影感觉敢若差一开安尼，我袂晓形容迄个感觉。好，毋知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顺直，亲像我你继续读332啊，下骹咧。伊困的时间渐渐久短啊，不过也是欠起床的动力。伊敢若介意点点倒咧，感受体力的脊柱嘛，组织的柱嘛，对无？自骨脊柱啊，组织啊，还是啊？迄个张福柱，意思是讲伊的名是柱啊，迄是伊的名嘛。啊，毋过是原底是柱第7条啦。脊柱。伊会用枕头啊，身躯顶，遮饲遐饲，想要确认伊的温肉有较薄，皮肤有较较红啊，就变较红啊。有较红，毋是幻觉。无某伊总算确认无毋对，伊有影变较即字啊，当然，肥吗？无，那是肥毋是安尼写啦，较胖啦。我会记即是较胖，还是较胖？较胖，我袂记。当然，即字毋是中文，毋是对无？中文翻译读做胖嘛，啊，我会记台文敢是胖哟。你讲起的时，你会自动甲伊翻译啦，啊，伊毋是肥啦。啊，你若要写，伊若写你肥有反射，有当阵啊，有个人会甲伊读做肥啦，肥啦，啊胖啦，胖肥即种诶。伊个英文是啥？muscle rounder and skin toner. Finally,
Finally, it was established beyond a double that he was growing fatter. F-A-T-T-E 啊，变较肥、较大颗无唔对啊，要唔过就是胖啊，变较胖。因为伊的英文是 F-A-T-T-E 啊，较想啊用中文来翻译，敢咪讲伊较肥，变肥了，应该唔是吧？变肥了跟变胖了有啥物真差？以我一个外国人来讲 ，growing fatter。我会讲伊是变胖了，我袂讲伊变肥了。变肥跟变胖有啥物真差？我是外国人，我无想要论，我无想要去评论。吼，反正伊的英文就讲 ，He was growing fatter，对无？较安怎嘛？啊，台语嘛袂讲较肥啊，较胖啊。所以第一即大家可能中文台语是算同款的理路啊，好，歹势你继续。大腿嘛粗过骹头骨啊，虽然起头也无啥甘愿，伊嘛开始规律做运动啊。伊说干房内底行，家己教化计算能力，过无偌久，伊就会当行到3公里啊！伊原翘的肩胛嘛直起来，伊想要做较复杂的练习，煞发现有一寡动作伊做袂来，惊到好严见效。伊会行，不过安尼尔，无在调手举椅头啊，顺直直，嘛无法度无骹徛在，伊跍落去，大腿甲下腿就疼甲倒海，无随紧徛起来，袂用力，伊坦拍，想要双手甲身体挺起来。你读对，即个是送气，即个是送气 ，THENN。挺起来，连上1公分都挺袂起来。不过几工，也是讲几若断了后，才真无简单做到啊。我慢慢练甲会当连续做6个，伊甚至开始家己的身体交换，说服家己，讲伊的面嘛咧恢复正常，敢若伊拄强的强度。家己无毛的头壳的时，才会想起进前就囝来甲伊花看迄个专门的海面专门的歹气的面，大家好，感谢。歹气吧，这应该是爱轻读吧。歹气甲歹气，伫遮应该就有较大的争差吧。歹气可能是恶气啊，恶搞啊，无好气嘛。啊，歹气是迄个物件故障还是啥？我看伊英文是啥 ？Ruin the face that had looked back at him out of the mirror， 可能是这。Only when he chanced to put his hand on his broad scalp did he remember the seamed, ruined face that had looked back at him out of the mirror。你行的时阵，才看到想起就行啦。
所以讲，甲伊花看迄个专魂会歹去的面啊 ，ruin the face 嘛，就是母甲害去嘛 ，ruined 啊，就是去用迫害，还是啥面目全非，还是遭到毁容，所以伊这是咧讲伊的面的状况嘛 ，ruin the face， 真正。我都理解，讲歹去的面就是会安那，听到时阵安那想，听到歹去的面的心对起来。那以我可能会丢毒半秒啊，歹去的面是啥？唔知。啊，因为咱有字咧看嘛，所以我都理解讲，迄是啥嘛？这就是台语伊迄个啥。变调啊，佮轻读迄个侦查嘛，叫恁来啊！阮拄则准题是读到333页即大只啊，伊 Winston 算讲暂时会当家己自由活动，自由第一咧，这其实嘛独机房啊，就是独机房啦，一个人尔啦，无其他的人啦。啊，而且我袂记得伊即间房间偌大间啊，可要讲，若准会使。提白，那这提白就是，互你100倍、200好啊。伊若足高墙大汉，伊敢若嘛无真高墙大汉啊。伊听来看起来，我会记迄阵敢若是讲偌济，米6、米7迄搭遐关度吧。啊，你倒来了，若准讲真正头米，啊，然后一个方向的另外一个看度，哦，可要讲诶，2米4方。啊，就是4岁马嘛，啊，你4岁马，你是会使偌迄种？伊讲以后就行3公里嘛，伊讲照花去算嘛，所以伊对家己嘛有相当的理解了解嘛，一花偌长嘛，爱再行3公里就行几步嘛，你用算会出来嘛。所以有当初就是讲，伫即搭车，我想到的是，咱敢是爱对咱家己有相当的理解了解啊。当然，迄个相当的理解了解，我毋知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啦。可要讲你一步偌行偌远，还是你一顿食偌济，或者是你的体重偌济啊？要叫你走，你有才了，困头走偌济，走偌久，走偌长，走偌远，我毋知。总是每一项对家己的掌握，应该是家己照度去啥理解了解吧。啊，当然在白恐怖时代。有足侪迄种吼做啥？伫迄个国家档案局内底，最近敢若旧年准年，国家档案局算正式开始运作是啥？啊，因为着要展现或者是公布，或者是互相关相当的人会使去敲出来是啥？啊，就怎有甲一寡人的资料整理起来，啊，叫迄个当事者来看，无看无当见，一看就搞咧，讲他后背当初当竟然是啥物人，来监视，搁写报告，啊，当然有诶写诶是无影无食诶代志啦，啊，有诶是搁真正讲哦，伊讲啥物时间，甲啥物人见面，啊，讲啥物话，伫开会时阵。有针对啥物有问题回答啥物内容啊啥，我拢迄真正就是，毋是家己写诶日记安尼，所以这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可怕诶啥国家机器就对了。好，我毋知咱台顶诶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玉玲，我毋知你有对着无？你若有对着，安尼是毋是？互你听个接续落去读333页。中间3刷袂读，啊！你看要读济读少，家己安排。你讲伊的心思才袂读遐？对。好，伊的心思嘛较有活力啊，伊有时会坐伫房床顶，毋是床房诶，是房床顶，脚只平壁，白板囥骹头屋顶悬。精神做自我再教育的
工课。伊导航啊，这点无争论。伊即马看会出来，实情是，伫伊决定导航进前足久，伊就准备好要导航啊。自伊来伫主爱部，应该是讲自伊和酒了无助徛咧，听千里无顶迄个气硬的话音命令，迄几分钟，伊就悟着，伊起要和党的官委做对头，是软泥铺票，飘龙啊，飘龙之路的飘嘛，蒲飘是什么意思哈？我看下伊英文啥？无给人家这个查好啦，是软泥铺飘，软泥千百长，伊当知，伊用千道长，道长北长好啦，共款啦，差不多意思啦。哎呀，其他长叫我读，好啦，软泥千道长，伊当知啊，这年来。思想警察甲伊监视甲交头，甲伊监视甲交头，亲像用汉镜咧观察一只鸡龜，毋捌伊一个叮当，也一个出大声，因无注意到，嘛无一条思路会行向，因无。因摇毋着，伊放伫日记封面迄粒白土粉，因嘛细字放倒转去，因放录音互伊听，摕相片互伊看。有诶相就是酒里啊，甲伊做伙着，包括伊无才调阁反党啊，而且党是对诶。罢免就是不朽，一体的头脑哪会毋对？有啥物外部的标准通用来检验党的判断？精神健全，就是照统计，只要学照因的方式想就好啊。是讲，因别伫镜头仔间煞感觉粗佮歹流咧。伊就手甲两入头壳的想法写落来，大声是几个含慢的大字，用大写。自由就是自由就是路易。啉无停，伊伫下骹佫写字加字等于5，毋过到遮佫互啥物当一个，伊的心思亲像要闪米啥，袂得专注，刷落去是啥，伊知影家己知，只是即当阵想袂起来。当想着啊，煞是有意识去推理，想讲应该是安怎？答案毋是自动走出来，而且神就是权力。好，先到这是吧。好，感谢。好，毋知读完了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拄则遐，当然以这来讲嘛，有一寡字词啦。听好，因为之前敢若嘛捌讨论过，你加你和你加你有啥物情差？伊是算式了，还是算式？算式嘛，还是公式，对吧？这个我确定吼，就讲。这是咪讲
算色，对啊，算性嘛，一个啊，甲你去想诶算青啊，算色，系啊，哦啊，所以啊，我袂想，先转来333页顶头迄个是偌尔啊浮漂，偌尔啊浅度长嘛，伊是讲he had grasped the frivolity, the shallowness of his attempt to set himself up against the power of the party， 对哦，伊起意要和党的权威做对头嘛，所以就是讲had grasped the frivolity，grasp 是看吧，啊毋过 frivolity 我毋知 frivolity，frivolity，当然有当即种，因为伊迄个真正是啥倒装句吼，就是伊甲迄个要对抗党的迄个想法，伊甲伊囥伫咧上头前嘛，伊就悟着，伊起意要和党的权威做对头，是偌尔浮漂，偌尔浅度长，所以这嘛是我咧看的时阵会感觉无讲介的迄个感受，就是因足无人性啦。论真讲，讲者较白是安尼啦。啊，所以我等你 Google 看一下，领悟着家己有咧饲的轻浮和肤浅，所以可能迄个话句伤短的时阵，伊就我都要等一句较长的，伊就掠会着讲哦，迄是对迄个小说内底造出来安尼。即摆我是干那迄个，甲伊迄个搁较长，所以有当中当然，伫读无共语言的时阵，就讲迄个啥，有理解无理解真差啊，敢无法度家己去享受迄个语言的迄啥？你讲水也是用字的真差嘛？啊，毋过那语言能力无够的时阵，你讲你要外来嘛有困难吧？就敢若即个台文我讲，周先生咧处理的时阵，真正就要甲伊处，真正无好读，真歹读安尼吼。所以这规段弹入去的时阵，迄个 Google AI 就随知影是 George Orwell 即个小说来的啊。结果伊的小说，伊迄个名算是 19用英文字写，啊84是写阿拉伯的数字。我毋知是伊原底的英文就安尼设计，还是安怎，我毋知。台文版的伊是直接完全迄4个数字是完全用数字去写嘛。按我正看伊个 AI 竟然是写19是写英文字，84是写阿拉伯嘅数字安尼，所以总算体悟着家己拍算要对抗党的权力，是寡尔啊轻浮和肤浅。伊就是伊这个浮漂，就是一般咧讲的嘛，肤浅。毋过肤浅。浮漂，漂晓漂，所以有即个词吼。有台语有收，台语有书 ，OK， 感谢。嘿，台语伊的解说就是浮漂，伊的解说就是讲轻薄，浮躁，就是浮躁讲的轻浮。轻浮对，嘿。对，所以我感觉伊即个所在，我感觉伊翻了真正是有够厉害，足厉害吼。就讲浮漂，即个词我毋捌看过，捌读过。然后后壁讲浅度长嘛，浅度长伊就敢若讲吼肤浅嘛，嘿，对无？啊，
足久以前我伫学校学的时阵，学着迄句因的讲法是讲啥物？The beauty is only skin deep 。美丽只不过是肤浅啊！你 skin deep。当然，我毋知即句话到底是向讲向下，我毋知，就是总是伫学校学英语的时阵，迄个时阵可能就是爱背一寡吼，做啥物类似咱的啥物理上言语啦，还是实语吼，对无？迄个实就是迄个实语安怎讲？固定讲法来种的吧。啊，所以就肤浅直接安尼讲 ，skin deep。啊，即摆这是迄个啥grasp the frivolity, the shallowness of his attempt， 伊的企图，吼，伊拍算要甲动因落倒的迄个企图安尼，就是咱若以台语来讲是啥？不管是讲教培火车，还是啥物去食下大湾，当然。去食下大湾含教培火车，伊毋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啦。其实足侪正的理学言语咧，刻落话，伊本身就是有一个核心的意思，然后延伸的意思嘛。啊，核心的意思大概无啥物问题，甚至迄个本身的意思，你就会使做无共个运用啊。何况讲是延伸出来意思的时阵，你听好做一个安怎讲？即摆讲好啥？二次创造哟。问啥你讲？啊，所以你只就是讲，伊高高一个人想要甲动因落倒即个代志，真正就是叫嚣真好哦，对无？伊家翻译做啥？伊起意要含党的权威做对头嘛？啊，即个动作，即个想法，是毋是教培火车？是毋是中文华语讲的螳臂挡车？党若要安怎？你敢有才调伊？啊，当然。无才调伊的时阵，因的中文华语有一个歇后语吼，什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迄拢毋是你会使注意的啊。啊，你想要含党对抗，有当初就是讲迄个啥，在过去的例就是讲什么小虾米对抗大金鱼嘛。啊，当然。咱即马伫咧讲小虾米对抗大金鱼的时阵，敢若想要讲，我较受影。虽然讲伊是 A、B， 也毋过伊竟然就甲迄只海翁演到倒翘翘，也毋过这是可能1/1000才会发生的代志嘛。9999，甚至999900，反正就是会成功的机会足少的嘛。啊，所以就变成讲你要用倒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代志。当然，小说家铺票吼，轻浮啊个啥肤浅哟，无才调就对哦。啊，这是伊是照字去翻译嘛。我就讲，我想到是有，佮讲教培火车，还是去食下大湾，敢若佮有其他足侪种讲法的。我只一时之间想到这两个而已。我毋知咱台，你讲。歹势，甲人请问就是讲，伊即个千度长啊，我感觉伊即个真正是偌尼浮漂，偌尼千度长，我感觉伊即个真正有够厉害。我想要知影讲，迄个千度长伊的原文是用，就是伊的肤浅是用，伊用 shallowness，shallowness，一个名词化嘛。shallow 就是一个算空还是浅吼，浅嘛。是伊敢有写毋对啊？还是 swallow 啊 ，shallow。对啊 ，shallow 啊 ，shallow 啊 ，shallowness 啊，伊用名词的形式，对啊，名词 of his attempt， 伊的企图嘛，对无？伊的想法嘛，伊的拍算嘛。还是伊笑想嘛，对无？啊，伊即摆是讲啥？起义嘛，伊起义要含党的权威做对头嘛。啊，过来就是讲，无共语言迄个书信，可要讲，伊英文是用 his attempt 嘛。也毋过伫台文内底，伊是家摕来做动词用啊。伊起义，对无？起义是一个动词吧？当然，你要家讲做复数，要含党的权威，
伊起伊要含动的权利做对头，做当然是同事无问题。啊，毋过是伊要含啥做对头嘛？要含啥做对，还是讲即几句做才是同事，起伊算复数。然后我直觉是感觉起伊敢若算同事吧，就讲两句吧，还是要做或者什么名词主句是吧？是啥物货？那用研究英语的角度来讲嘛，伊起伊要做啥物货嘛？句型是安尼嘛？伊起伊要做啥嘛？还是起伊要含啥物做嘛？起伊要做啥？这个但是愈讲愈会真歹势。反正我要讲的是讲英文甲台文迄个论述法，啊个用字用词的属性，袂是相款的啊，袂是相款的。我要讲的是这个啦。好，毋知佫有啥物想法看法？过来就是后壁迄个字加字，还是字加字？字加字，近日敢若有一个所在嘛去讨论到即个嘛，就讲迄个时阵是 the plus 和 add 对吧 ？plus 甲 add 即两字嘛，伊拢是即两个英文字，若要用符号来表示，拢是一个 positive， 对无？迄个十字架，迄个 positive。毋过，以我一个外国人来理解英文来讲，伊有真差。毋过你叫我解释，我解释袂来。毋过伫小说即搭遮对照去英文的时阵，伊是 and。two and two and two make five。爱遮是要讲2加2等于5，还是要讲2加2等于5？拢会通嘛，拢合理吧？啊不，拢讲会过嘛？啊，所以伫即搭遮，就讲伊即个数学式，吼，若是用符号伫咧表示的时阵，安尼迄个 plus 到底是要读 add，还是要读 plus？ 我毋知。伊即摆伊的英文，伊的原文是写 two and two make five， 安尼。啊，当然这应该是算个用字的真差hiệu，敢是安尼讲。加含加的真差啦，上面是可能算文袂音吧，啊，搁上面意思应该有淡薄仔真差嘛，对无？之前讲过咧嘛，加班啊，你袂讲加班啊，这个加班嘛，就加薪水嘛，加薪水，加薪水可能有无共个意境啦。啊啥？加一副碗箸嘛，加一副碗箸，迄可能嘛是无共个意境嘛。啊个啥？加一个人，加一个人，应该是共款无共个意境嘛。伊的意思可能拢有成立啦。啊，当然讲，原则上加班啊，除非伊是当学台语的，从来毋捌听人讲过，伊就怎家己一直读加班加落去，啊，家当做加班安尼。啊，毋过伊一甲加班讲出来，要表达加班的时阵，迄边的人一听，绝对是爱叫的啦。加班，你是安那？本来该你值班。第3班，结果毋知啥物原因，你爱加值第4个班或者加班，敢是安尼？我毋知影。伊伫遮因拢是咧讲书写的无共，我拄拄查一下吼，就是讲 plus 跟 add 伊的 different， 伊的无共的所在，伊是讲伊有几个所在，就是讲伊的书写啦，书写就是讲 plus 是做概述啦，代数。伊讲嘛有当时爱做名词，还是形容词。啊 ，add 就是固定就是动词。伊个差别，安尼讲嘛听无啥有对无？但是伊有讲哦，伊讲吼，若伫个数学用法啦，伊若伫用伫数学用法，迄个 plus 就是表示讲，就是一个加号，就是加上，就是加号。positive 迄个啊，系啊。对，加号。啊，
毋过伊若 add 的部分吼，add 迄个部分，伊只是咧讲表示伊咧运算加法的迄种的迄个动作，所以伊 add 是迄个动词。哦，伊的差别伫遮。啊，伊佫有讲着讲啦，咱的日常的情景来讲吼，伊讲例如有一点仔有一点仔戏，伊讲若 plus 的话是用伫比如讲什么条例啊，还是第几条啊附加项目，还是补充的条件安尼，迄着用 plus， 佫加已经在跟讲安怎啊，佫可能一个单词，还是佫加一个什么说明，还是加一个什么条件的时阵，这个时阵来用 plus。啊，伊若用 add 的时阵，就是表示讲，你咧强调讲，这个实体啦，还是数量的新加起来迄个实体，就是伊讲的，咱咧运算加法的时阵，迄个动作嘛，就是伊是强调伊是较实际的实体安尼，即个数量，即个量的物件有甲伊增加起安尼，伊的解说是安尼，我看到是安尼。好，感谢毋知你讲有回无？大概如果安尼想无，大概有一个普遍的概念啊，对，嘿嘿。啊，其他较有的物件可能就爱搁小可去讨一下咧。但是我感觉伊即个解说大部分的大方向应该就是袂讲真大的差别安尼。对，好，感谢。好，啊，然后就是迄个啉啦，因为伊的原文是讲，then almost without a pause, he wrote beneath it， 就是差不多拢无浪旁，伊就继续写嘛。所以啉无停，伊伫下骹搁写2加2等于5，我是逐加啦。我就讲，伊的原文是 two and two 嘛，啊是 two and two 到底是要读翻译哦 ？two and two 英文那就无问题嘛，啊伊即摆是用汉字写嘛。two and two 到底是要读做2加2，还是2加2？我毋知。啊伊顶悬迄句 ，then almost without a pause。差不多完全无浪旁无停，所以讲啉无停嘛。所以啉是第二条。我咧读遮的时阵，我嘛感觉顿地。啉无停，我一直咧想，什么是啉无停？是要啉偌济啦？是要啉偌济啊？你一直啉无停。对啊，所以歹势，因为这个所在我真正我就无了解伊的意思。就是。啥那是啉无停 almost， 伊只是 almost， 咱之前是用你，较接近呢，对无？嘿，较啉100，较啉100，还是较无啉，较有啉，反正迄个啉就是有当即个啉就是较啉100，还是要啉100，还是。毋过这较实际，咱若安尼举例安尼来讲，这个啉是较实际。就是讲啉无停哦，伊是讲无停哦。嘿啊，啊所以这个语境有一点仔深呢。所以就是变成讲，伊即个翻译正，毋若讲啥物累到啊是啥，我就讲伊的字用甲足深的啊，啊所以无好读，原来嘛是伫遮，无好读，原来嘛是伫遮，而且伊伫即本内底出现啉即字啊，安尼至少印象中到334啊。可能3届甚至5届以上，啊，真正有去。我印象，我会记得有即届拢是第3届。吼，啊。嘿，我有对的部分，我会记即届拢是第3届。啊，即3届还是5届，至少即3届伊的字，伊原底英文的字啊，像即大家是 almost，almost。我有看这个书单，伊有影，伊是讲接近。almost， 毋讲伊是讲我近，但 almost 在嘿啊，啉50岁，较啉。对，啉50岁还袂满50啊，啊，迄个啉50，差不多会使讲，无可能是45以下啦。啊，你若讲46、47，有可能会使接受，是因为可能伊的鼻目喙，伊的面毛啊，看起来就已经可能头毛喙鬚白，
还是讲皮肤了了，规个面了了，还是行路无啥力啊？安尼46、7岁，可能嘛会使讲的是啉50岁。所以有当时这个数字嘛，这种论述法，伊毋是一个真正确的讲，什么47岁半，还是48岁9个月，还是49岁7个月，搁3天，毋是这么精准的。迄个啉就是接近啊，当然。到底偌接近，叫做接近，每一个人感受无共款。要毋过无共的感受，总是有一个范围嘛。我即讲的就是，就像三弟讲的，恁50岁，以我理感来讲，应该是45岁以上，甚至对一寡人来讲，可能超过47岁，伊才会去讲即个人是恁50岁，因为顶个一个数字的顶个3岁以内，无一定遐尼简单的随判断会出来，啊，就用恁。啊，伊的原文是伫即个只，伊翻做台文是讲啉无停，伊伫下骹搁写啥？吼，原文是连 almost without a pause， 连停就差不多拢无停，可能有停嘛，可能迄个停，我要讲啊，若要用时间来讲啊，可能停0.1秒，还是停0.2秒嘛。伊讲 without a pause， 迄个 pause 就暂停嘛，啊，差不多是无停哦 ，without a pause。要毋过伊毋是完全差不多围绕，伊是 almost 围绕，所以到底有啊无？应该是有。要毋过迄个有是可能0.1秒、0.2秒这么短的时间，因为顶悬是啥？自由就是路易，啊随写2+2等于5安尼。啊，迄个伊伫写自由就是路易，甲写2+2等于5，这个中啊。有可能听主要讲0.2秒嘛，因为讲嘛 almost without a pause， 伊是完全无停，要毋过毋是完全无停，可能伊就是进前去用录甲毋知人啊嘛，变成是差不多接近反射动作啊。写第一句了，随写第二句嘛，所以是连 almost without a pause。我的理解是安尼啦，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我的理解毋是安尼。你讲嘿。伊就是讲 ，almost 伊就差不多拢已经表面上，我感觉这是表面上，表面上就是讲啊好啦，你讲我拢接对，你讲我拢对，对无？啊，毋过伊是安怎会自由就是路易，伊是安怎还佫加一个讲2+2就是会等于5。即就是感觉讲，你讲啊，这自由就是路易对毋对？啊，但是伊喙讲的啊，讲对，啊，毋过伊的骹就打叉，伊的骹是伊的心内就是讲，咱定有算一个游戏，就是安尼嘛。你讲对，但是你的动作是做，就是讲的含做的动作爱分开就对啊。对，啊，伊这就是咧表示讲，伊啥伊已经讲自由就是路易啊，啥仔佫讲一个2+2等于5，就表示讲，伊其实伊的内心内底伊是无赞同即个物件，伊事实伊是反对的，啊，过伊必须爱讲出来。我理解是安尼。是啊，就是讲字面上是安尼生啊，字面上就是伊写了随种呀，随去写当要爱的答案嘛，2+2等于5啊，对无？迄个手伸出来，就是5支砖头安尼啊。所以叫陆家伊就是要做这个动作出来嘛，对吧？2+2等于5，啊，当然后壁伊佫会去算啦，冰盘是安怎？我毋知。好，所以可能咱会使来准备啊。你讲。我也是感觉讲，伊就是要表达讲，伊是反对自由就是路易这个。是啊，伊想要。对啊，所以伊用2+2就是自由就是路易，甲煞咧，甲2+2等于5，这个是同款意思的啊。所以恁巧人就头有讲啊，其实嘿啊，其实我就是无赞成这个。啊，你。甲我讲自由就是路易，就是别说咱咧甲我讲2+2就是5啊，所以实际上我心内，我表面上我是有服从你啊，啊我内心嘛我嘛是有一个反射动作，你讲安尼我就知影，你讲头前我就知影后壁，啊但是事实伊是要表达的是讲，伊就是彻底无赞同这个物件。
我对会体会是安尼。真好，好，感谢你跟咱分享，吼，这个，所以讲，这大家就是真正有一个迄个啥，对价吼，都是对价，对啦，差不多是安尼。好，安尼，咱就来压尾啊，这个结税，安尼，准备是毋是先来帮咱压尾？无看到感动的字，就家己写；无听到欢喜的声，就家己看。是动力，是偏差。咱无远的市结税，新发的丢，会带你见到在味的人。好，感谢。所以这大家，这首出现三个尾调的句型，好，好，哎，叫你要先读还是安那？还是三年？我来读。好，三年先读。计税，无看到感动的字，就家己写；无听到我意的声，就家己看。是动力，是偏腔，单位字结税，新妇的丢带你见到在意的人。好，感谢三年的迄个罗马尼实施的程度，还未进到高原期安尼，搁咧爬起啊，搁咧爬起啊。好，廖玲换你先读。结税，无看到感动的字，就家己写；无听到我意的声，就家己画。是独一，是偏差。咱培养的字结税，新发的丢会带你见到在味的人。好，感谢。来，我来读一下。我即届，虽然我已经看过几落届迄个汉字啦，届莫搁偷看汉字，直接读罗马字安尼，看会使读较顺的。结税，无看到感动的字，就家己写；无听到我意的声，就家己画。是独一，是偏差。等培远的子结税，新妇的丢会带你见到在味的人。这是 OK 啦，结税伊就是咧讲迄个啥，猪啊浪费了差不多一个，应该是一两个节吧。可能嘛是差不多是毋是这个时间点？你进啊无可能袂进是咱人4月20号，还4月当时20可能20吧。后礼拜是4月23，所以23、21，今日4月2，咱人4月啊，所以4月啊无猪啊通挂，可能当咧发啊，可能嘛开始要把税吧。所以结税就是浪费了伊的一个结果嘛，是毋是搁正月日过偌日啦，照都通啊挂，所以讲新发的丢会带你见到在味的人。啊，当然这结税甲丢，若论即要讲，伊总是无共的物件嘛。啊，当然伫即搭正写诗的人就是一个我意尔啦，嘛免伤苛刻安尼。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是毋是一个汉字写平淡，就是生活的丢会带你见到
的啦，啊，毋过应该是新妇。无迄个布衣这两字，哦，伊是汉字是发票。对啊，就是发衣这字伊会使读布衣啊，所以新布衣就是讲布衣这个音，伊写出来就是发财的衣啊。啊，当然看到汉字发财发的时阵，嘛是有人读发衣啊。目前是安尼啦，听起来看起来教部敢若是，因为你去查，我印象中敢若是，我袂记诶，伊是伊的主音图是布音的发音，敢若是布音的款，我会记，敢若是安尼，布艺，对无？伊的主音图是布音嘛，啊，伊敢若嘛有发音，对，因为我迄张，我感觉是发音啊。我的语感啦，因为是我的口语，我的日常用语，我会讲着发音。啊，我较少会，我会讲布艺，我袂讲布艺。你会讲布艺哦？啊，伊，嘿，我会讲布艺。伊囡仔毋是啥物七岁八爸教布艺哦？教发艺。哦，教发艺。教发艺。伊，我感觉嘛捌听过讲有讲布艺啊，也是真正。对啊，所以就是讲，我毋知是毋是因为。迄个有几个所在对，讲法较无，有可能逐所在的迄个讲法无相款啊。嘿，啊，因为咱的教典就叫咱一定爱布衣呀，我感觉发音，所以我有对啊，所以伊的主音图是布的，我会记主音图是布衣嘛，啊是毋是讲后壁啥物油念做啥嘛？我会记是安尼嘛。但是我也是一点没关系啊，所以我会记你一定捌去记着这。啊，伊这就是，你讲，嘿，你讲，无问题。因为我是相信的，拄仔讲人花啦，我记敢若什么人花冠金发水成花，10日人花，10日人花冠金。10日人花，10日冠金，10日把水，10日成花。我会记那是安尼。就是讲差不多10天概念的，可能是一瞬一瞬的概念吧。我毋知影咧，我会记得敢若有安尼讲。就是10日啊，嘿啊，对。伊就人花了，伊就灌浆嘛，灌浆就是大把水嘛，把水头到干了，伊就开始熟黄啊，就开始有会反色反黄啊。所以我感觉迄阵我是因为感觉熟黄这个词，我感觉伊咧讲伫我咱台湾人咧讲伫我这个咱讲啦。静坐啊，嘿。嘿，就是讲为开花甲比巴甜迄种迄款的过程，我感觉咱台湾话讲了较足有路的，对啊，足有路的啊。然后你讲的迄个啥物啥物，我袂记啥物嘛吼，就开始的迄种的是毋是？开始熟黄了是毋是开始才会水？对啊，伊就是豆豆淡水。嘿啊，伊就是愈来愈重嘛，嘿啊。对，把水的豆啊。诶，顶头也是安怎嘛？就是讲伊袂徛停停嘛，嘿啊，徛停停就是。把水的豆啊，愈淡水安尼嘛。啊，所以讲人花是徛停停嘛，花一人去去了就开始要啥灌浆嘛，吼啊，啥物花？因为我记，敢有足侪人，至少一两个我看伊有写过即种过程，就讲安怎安尼嘛。对，有人写文章，我以前捌读咧类似安尼。嘿啊。啊，我头一摆看，我感觉讲，这物件真正写甲足油，啊，佮讲我足清楚，啊，足好理解。嘿啊。因为人花就是迄种的感觉嘛，吼，授粉，咱想着就是授粉嘛。你看伊是讲人花呢，对无？对啊。嘿啊。啊，人花了，你就感觉讲，伊就会开始灌浆，就是开始豆豆要开始准备要甲内底迄款的伫我内底会较巴嘛，你按照伊的成熟的过程嘛，就先人花啊，就开始灌浆，内底开始有物件了，伊大汉嘛，就把水嘛，把水了，就是已经把甜啊，对吧？把甜就开始淡头嘛，
对吧？会淡头，淡头伊就会开始熟，伊就会开始，咱要哪？你什么时阵会挂掉啊？伊就会想你切番黄嘛，所以熟黄嘛。嘿，我印象中我讲头一摆看了这个，足侪年前看了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足感动的安尼。所以讲到人花叫我想，敢若我会记得敢若有这个规定的上分享。好，感谢甲恁甲咱分享啊！因为我为啥去讲到迄个什么挂条啊三岁？因为台语一句话是讲啥？咱大部拢敢听咧后壁迄句啦。啊，头前句也是讲全句是讲4到5月无米兼论月啦，就是咱人4月、5月、9月是无还袂挂条啊，所以爱6月还是10月才有挂条啊。所以讲6月冬嘛，但迄个条仔的冬就是一季一季嘛。啊，北部可能中北部吧，台南以北还是高雄以北，就是条仔一年敢若2冬尔。啊，毋过恒春迄搭遐讲会使一年会使3冬嘛，因为伊迄个条仔可能用3个月才偌久就一季啊嘛。啊，所以6月挂条仔嘛，啊过来可能就10月嘛。啊，有可能我有安尼，可能才有3个月就会使。算讲种植落去了，到收成可能3个月嘛。啊，拄则为人花开始到熟黄，听个挂，安尼差不多40天嘛。啊，头前可能爱差不多50天的迄个培养期嘛，对无？若准讲以3个月来讲，90天，啊后壁40天就是开始有人花啊，啊到熟黄就会使准备要挂条啊，啊要准备要挂条啊，一般就是拢头咱人6月还是10月嘛，才有4到5月无米兼论月。啊，当然有当初即种你讲敢有100%准，无一定是真歹100%准啊。啊，毋过即个理想原理的客套话就是会使，至少我感觉是有一寡基本的背景知识通好知捌。啊，然后即个背景知识我就讲嘛，迄就袂输那起厝的什物一块砖啊，一包沙，一包空壳里，啊，你有传遍了后，基言基足厝就起起来嘛。当然，中嘛是你爱搁什物去加工，啊，搁人工啥嘛。啊，所以每一个人伊去分享的，也是伊知捌的，可能拢是即栋楼仔厝的其中的一粒石啊，一包空壳里，还是一本车的涂沙粉啊啥，毋知影。啊，一挖来了，就成做一栋厝嘛，类似安尼啊。啊，当然这有当时就是嘛无遐尼紧啊。啊，毋过总是大家互相交换交流的时阵，应该会使有即种学习啊。我是安尼想。确认迄个啥 Kate 我毋知。对啦，就是讲我伫教典就是主音图加副音图嘛，应该是安尼。啊，当然目前教典是我个人是感觉9成以上无啥物问题啦。啊，当然遐一成就是，可要讲诶，俊元老师嘛讲啊，就甲你讲，迄叫做替代用字啊，你搁淡仔咧讲伊学袂写字，学袂做字，啊，就是揣无本字，所以用，就勉强揣着一字来代替，啊嘛讲迄是替代用字，你搁淡仔咧真正是靠袂靠谱是我讲诶啦，俊元老师是无讲太少，就甲你讲，就甲你想着是揣无本字啊，毋知迄原体字是啥，啊，即嘛就音就是安尼生啊，所以找一个是。暂时斗一个嘛，因为目前为止就是中华民国教育部抑阁是汉字本位主义嘛，就是每一个音译拢要找出一个汉字啊。啊，毋过我就讲，我个人就认定，学音字、语声字词，甚至外来语，这个字词是无汉字。你硬去找汉字是无汉字意义啦，有可能字音。有可能迄个字的音真歪，你想要表达迄个音啦？可比讲诶，互人对红对迄个红字，迄就是一个谐音字啊。啊，当然即摆有诶人是写某一字汉字啊，敢逐个汉字拢有才调有即种找着汉字诶。我就讲嘛，正式学台语文了，才知影讲哈，全即个音是就安尼诶谐音字，啊，即个全你要去找汉字啊，伊就是一个谐音字啊，免哪有汉字当互你斗啊。啊，只是讲
咱大部分的人，若准讲徛伫咧要知捌台语文，即个语言文字的角度方向来看，咱大部分的人，准讲你知捌的台语汉字也无遐侪，无遐矫正的时阵，其实你捌的汉字已经足侪啊，侪到什么程度？有可能7、8成，甚至8、9成以上啊。剩的，可要讲阮老师讲的啊，你为着要写台语文的汉字，你还阁另外知捌300至600字的台语专用，或者是敢若台语咧用的汉字是300字至600字。但毋过咱每一个人知捌的汉字，有可能是2000字至2500字，有可能啊，还是3000字以内捌足侪字的。啊，对一般人来讲，有可能是1500字至2000字的。应付甲够啊，可能这1500至2000字会使应付你可能7、8成甚至8、9成的需要啊。有一寡字你根本透死人，你根本袂用到啊。但有当时你看到的时阵，你照迄个顶个文，你嘛摇会出来讲迄字是啥物意思，迄词是啥物意思，你摇会出来嘛？因为你毋是外国人啊，你是讲台语的，要讲本国人，还是本地人，还是本语人，我毋知。所以，拢会使大家互相学习啦。好，安尼是毋是准备安尼压尾，还是敢有啥物想法看法要大家分享交流？嘛是讲故意吼，嘛是到底是发意，啊，毋过你若去甲找台语内底吼，到底咧你讲印尼的时阵是受翻译，伊后摆再搁改，吼，所以也艰苦啦。我的理解我是讲故意，啊，过来第二单就是讲，油啊规定吼，有3个对吧吼？我查着讲北花啦，啊北米，北几啦吼，啊结水，八贵吧，八贵吧，万花八贵啦，那是八贵嘛，贵啊，嘿啊，挂贵迄个贵有贵啊，无贵袂出水安尼啊。对啊。差不多算灌浆迄个意思啦，我紧灌浆遐啦，挂贵啊。伊还袂吐出来吧？我理解是还袂吐出来嘛。有可能，因为迄个贵就是讲，贵要来出水。对，爱先有贵才会水啊，嘿啊，爱先贵才会水啊，对啊。我理解是安尼呢。啊，伊万花，反正一定先开花嘛，就讲你开花授粉了，伊一定是公的母的结合了，伊才会后壁的动作才有贵嘛，对无？迄有一个天数的嘛。当然，至少以我毋是专业的时阵，有可能迄个天数会讲倒歹去，讲1、2、3、4、5，全讲对1、2、4、3、5，有可能讲叮当去啊，对无？遐足侪动作的嘛，所以准题所查迄对啦。那分做3个部分，可能是安尼啦。迄中迄就是贵无毋对啦，就是贵啦。我感觉爱先有贵，毋才会出水。对啊，水你后壁啊，贵你头前，对来讲是万花嘛，对无？万花贵啊，后壁水嘛，应该是安尼吧？毋是，我感觉爱有贵才出水，水毋才会万花，是毋是安尼？万花，你的万花是安那？万花毋是头前迄个吗？人花嘛。对啊，人花啊，才贵啊，才有水啊，所以头前是花吧？爱像有花啊，花伫头前啊，还是准题你搁讲一下？我感觉爱有贵呢。对啊，有贵啊，贵无消息啊。对，贵无消息啊，贵完在啊。贵在水进前啊，水在贵之后啊。对啊，所以应该无叮当啊，来准题话你继续对着你无讲完，歹势。万花啦吼，八贵啊，
对啊，嘿啊，对啊，花贵水啊，你有无毋对啊？哦，是安尼哦。是啊，望花啊，花在头前啊。我想的毋对。啊，无你，花一定先有花嘛。啊，花伊家己开。啊，你要开花进前，敢免？哦，是安尼哦。开花进前有啥物花？我可能安尼，我较无细过来。我的想法就是讲，亲像，有一寡，亲像我去想着，好像咱咧竹啊无，伊要发一个分机的时阵，伊会先安尼布艺。槟榔嘛，像槟榔，我想着类似像槟榔安尼嘛，伊会清一包嘛，啊一包几块，迄包就咱大巴肚就几块。啊，毋过迄毋是贵啊，迄个你讲的猪啊，迄个也是槟榔啥，所以迄毋是贵呢。我改理解做迄个是贵。毋是，迄个毋是贵，迄是几块了，叫花酸出来，才会开始授粉，才会开。是。我的想法是。所以你的贵，你即摆讲迄个贵听词走起来，就我拄仔讲的，若阵讲咱理解是1、2、3、4、5，啊，结果有当阵啊 A 即个人伊理解做1、3、2、4、5，吼啊，另外一个人可能该理解做1、2、4、3、5安尼。即摆就是水一定上后壁，大概无问题。啊，即样头前啊，我就讲嘛。对我来讲，反正贵在水进前啦，啊花在贵进前。对啊。系啊。啊，只是叫恁去讲竹啊，要搁补一支出来，迄个毋是贵啊，我是讲，就是迄个意象啊，我知迄毋是贵啊，我是讲。我想到就是迄个意象，所以我感觉就是讲，伊爱先有一个安尼，嘿啊，伊是草啊嘛，草是中嘛，对啊，变安尼较膨呀无，伊的中间会较膨了，才酸花出来嘛，是毋是安尼？你讲的即个状况吼，可能有一个物件会使搁较接近，你想要讲迄个浮出来迄个马铃薯的芽点，对无？空气湿度无，空气湿度有够时，迄个芽点就浮出来啊，伊就浮溢出来啊，啊浮出来，对啊。啊，毋过你拄仔你讲的迄个竹啊嘛是相关，对迄个节，对迄个木迄搭遐，伊要分拆一支出来时阵，伊嘛有剥一个，可能青的点也是啥，啊若无去用燃掉的时阵，伊就出来啊。我要讲的是安尼可能我讲了顶大。就是我安尼我比论无正确，就是讲我想到的是安尼啦。我这个查好啊，等下这个来查一好啊。OK。我甲你想的是安尼啦。我想的是讲本来插一支嘛，啊伊中会变碰碰就表示讲伊伫要开花啊，开花会酸出来。我想的，他讲有一种食物嘛，类似安尼的过程。反正贵就是可比讲，伊讲着人甲迄个就是讲有一个果伫遐嘛，吼，一个果伫，啊，迄个果就准备要有第二代迄个概念嘛，尼啊，对无？人挂贵就是富人有心嘛，才挂贵嘛，啊，迄个稻啊，伊就是先燃火了，因为开始会，伊会安怎来？内底伊家己迄会出来啊，啊贵是一定爱另外一个花啊，嘿啊。我感觉你讲的对，我想的是安尼因为花一定受火嘛，咱准你讲歹势。对。先有嘿，对，先有嘿，啊继续就变有花，啊花会授粉才会结籽，啊结籽迄个状态可能甲贵较接近啊，对无？毋是，我是感觉迄个状态是贵，你感觉迄个状态就贵啊？毋过迄个状态，因若准讲无另外一蕊花来甲伊授粉，伊永远袂有贵啊。当然，
当然每一种水果啊，是每一种生物，伊迄个状态无一定相款啊。有诶就是有诶，伊诶水果就是伊家己就结一个物件，互你食啊，对吧？你就听个采来食无问题，不管伊有授粉无授粉，伊就是有材料发一个物件，咱听个摕来食诶嘛。啊，有诶就是一定要授粉过了，伊才会变一个咱听个使用、食用、采用诶迄个果嘛，对无？啊，伊这是无共诶生物，尤其是食物诶部分嘛。什物可能我袂讲，什物木瓜、金瓜，什物瓜，还是杨桃，还是什物山啊往来溜顶遮，可能有诶是即个形态，有诶是迄个形态嘛。就伊是较木本诶啊，对对。我想法是讲，伊是较草本，对，迄可能嘛，因为可能嘛是因为木本草本诶真差济。这我是家己偷想啊，我感觉是安尼，我见我等下。无问题，这字是甲台语无关系，真差是咱过去无机会透过台语知捌这个字性诶尔。好，安尼，请讲。我是安尼想，我感觉讲，我是安尼感觉讲，自我感觉讲，安尼是合理，因为我搁想着，咱大多可能无规备出水。对，无规备出水啊，对啊，无规备出水啊。我这是家己自我合理诶咯。我应该再个查一下。好，无问题。好，安尼，感谢啊。安尼准备是毋是在敢若压尾啊？还是看有啥物想法，看，互你教你。田沟流水声滚滚，参甲溪桥时时顺。看叶树边地尾徛，你听花田地底往，规栋往。风声起波双手放，向日沉中倒向行。规身砖头乌密麻，一声爱食。手册啊，看见溪来溪仔边，明亮溪水看清气。感谢准你跟咱分享，这算七字啊，吼。啊，当然，歹势我袂去算到底有几句啦。我哋七字啊，因就是讲啥物，我哋一句七字嘛，啊，一般是4句一拍嘛，啊，看你要写到几拍嘛，啊，当然以现代来讲就是。嘛，无迄种固定的格式啊啦。可比我咧读那春水的开格子啊，伊伫每一张的一开头，连就是讲7字一句，啊4句一拍，安尼叫做4句连。啊，当然，在过去咱所知捌的是迄什物媒人婆啦，还是什物好喙婆呀，好喙伊毋是种，就是讲迄啥出口成章哟，就讲看到的时阵，伊就听到迄个造字、造词、造句，甲造出来4句连。啊，讲到有够顺的时阵，反射一困头就等你2-3拍出来安尼。这真正就是，你相信我有一种训练教材条，迄啥熟悉吼七步成诗啊，啥物会吧？啊，毋过即马就是，咱拢无即种背景环境，通好去训练啊嘛，啊。除非就是，可能像准迪老师安尼，三个机会就甲伊，激一下头壳，激一下头脑一下。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主要咧读个即个1980数就暂时先读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嘛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网头网分享网交易，也是算留言讲大家网分享参考啦吼。咱今日